詠春嘅攤、綁、伏、標，就等於英文字母嘅 A、B、C、D， 有唔同嘅組合咧，就唔同嘅變化。例如打除埋嚟 B、A、D， 嗱係咪啊？中啊嘛，又呢個係打除埋嚟 A、C、D， 嗱係嘛？中啊嘛，又抑或係打除埋嚟 B、C、D， 嗱係咪啊？中啊嘛，又抑或係，喂，自己嚟得啦 ，D。經過反覆練習，小念頭就會提升基本嘅功力，跟住就可以鍛煉寸勁。我明啦，我呢套叫做冇乜好念頭。我呢叫做寸勁、寸勁，同埋多角度寸勁，仲有最厲害嘅係扯擊。挑你喺度侮辱詠春教，要清理門戶嚟打除埋嚟，分開打得唔得？喂，等陣。